武王就是诸葛亮啊。第一空心圆回，汉兵劫寨破曹真，武侯斗阵入仲达。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，俱入帐告曰：魏兵苦雨，不能屯扎，因此回去。正好乘势追之，丞相如何不追？孔明曰：司马懿善能用兵，今军退必有埋伏。吾若追之，正中其计，不如纵他远去，吾却分兵进出斜谷，而取其山，使魏人不提防也。众将曰：取长安之地，别有路途，丞相只取其山，何也？孔明曰：其山乃长安之首也。陇西诸郡，倘有兵来，必经由此地。更兼前临魏兵，后靠斜谷，左出右入，可以伏兵，乃用武之地。吾故欲先取此，得地利也。众将皆拜服。孔明令魏延、张仪、杜琼、陈氏出击谷。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马忠出斜谷，聚会于岐山。调拨已定，孔明自提大军，令关兴、廖化为先锋，随后进发。却说曹真、司马懿二人在后监督军马，令一军往陈仓古道探视，回报说蜀兵不来。又行旬日，后面伏兵皆回，说蜀兵全无音号。真曰：连绵秋雨，战道断绝，蜀人岂知吾等退兵耶？懿曰：蜀兵随后出矣。真曰：何以知之？懿曰：连日晴明，蜀兵不敢，料吾有伏兵也，故纵吴兵远去。待我兵过境，他却夺其山矣。曹真不信。懿曰：子丹如何不信？吾料孔明必从两谷而来，吾与子丹各守一谷口，10日为期。若无蜀兵来，我面涂红粉，身穿女衣，来营中服罪。真曰：若有蜀兵来，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，玉马一匹与你。即兵分两路，真引兵屯于岐山之西，斜谷口；懿引军屯于岐山之东，击谷口。各下寨已毕，懿先引一支兵伏于山谷中，其余军马各于要路安营。懿更换衣装，杂在众军之内，便关各营。忽到一营，有一偏将仰天而怨曰：大雨淋了许多时，不肯回去，今又在这里顿住，强要堵塞，却不苦了官军。懿闻言，归寨升帐，聚众将皆到帐下，挨出纳将来。懿斥之曰：朝廷养军1000日，用在一时，汝安敢口出怨言，以慢军心？其人不招。懿叫出同伴之人对证，那将不能抵赖。懿曰：无非堵塞，欲胜蜀兵，令汝个人有功回朝。汝乃妄出怨言，自取罪利，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须臾，献守帐下，众将悚然。懿曰：汝等诸将皆要尽心以防蜀兵。听吴中军炮响，四面皆进，众将受命而退。却说魏延、张仪、陈氏、杜琼四将引2万兵取击谷而进。正行之间，忽报参谋邓之到来，四将问其故。之曰：丞相有令，如出击谷，提防魏兵埋伏，不可轻进。陈氏曰：丞相用兵何多疑耶？无料魏兵连遭大雨，衣甲皆毁，必然急归。安得又有埋伏？今吴兵背道而进，可获大胜，如何又叫休进？之曰：丞相既无不忠，谋无不成，汝安敢违命？是笑曰：丞相若果多谋，不至街亭之师。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，亦笑曰：丞相若听吾言，进出子午谷，此时休说长安，连洛阳皆得矣。今直定要出祁山，有何异耶？既令进兵，今又叫休进，何其号令不明？陈氏曰：吾自有5000兵，进出击谷，先到其山下寨，看丞相休也不休。知在三阻当，是止不听，竟自引5000兵出击谷去了。邓芝只得飞报孔明。却说陈氏引兵行不数里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四面伏兵皆出。是急退时，魏兵塞满谷口，围得铁桶相似。是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
忽闻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，乃是魏延。救了陈氏，回到谷中，5000兵只剩的400-500带伤人马。背后魏兵赶来，却得杜琼、张仪引兵接应，魏兵方退。陈、魏两人方信孔明先见如神，懊悔不及。且说邓芝回见孔明，言魏延、陈氏如此无礼。孔明笑曰：魏延素有返乡，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，因怜其勇而用之，久后必生患害。正言间，忽刘兴马报道，说陈氏折了4000余人，只有400-500带伤人马屯在谷中。孔明令邓芝再来击鼓抚慰陈氏，防其生变。一面换马带王平吩咐曰：斜谷若有魏兵把守，汝2人引本部军越山岭，夜行骤伏，速出岐山之左，举火为号。又换马中张翼吩咐曰：汝等亦从山僻小路，骤伏夜行，进出岐山之右，举火为号。与马岱、王平会合，共劫曹真营寨。吾自从谷中3面攻之，魏兵可破也。4人领命分头引兵去了。孔明又唤关兴、廖化吩咐曰：如此如此。2人受了密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自领精兵背道而行。正行间，又唤吴班、吴懿授予密计，亦引兵先行。却说曹真心中不信蜀兵来，以此怠慢，纵令军士歇息。只等10日无事，要修司马懿。不觉守了7日，忽有人报说谷中有些小蜀兵出来。真令副将秦良引5000兵哨探，不许纵令蜀军进界。秦良领命，引兵刚到谷中，哨见蜀兵退去。良即引兵赶来，行到50-60里，不见蜀兵，心下疑惑，叫军士下马歇息。忽哨马报说前面有蜀兵埋伏。良上马看时，只见山中尘土大起，即令军士提防。不一时，四壁相喊声大震，前面吴班、吴懿以兵杀出，背后关兴、廖化引兵杀来。左右是山，皆无路走。山上蜀兵大叫，下马投降者免死。魏军大半多将，秦良死战，被廖化一刀斩下于马下。孔明把将卒居于后军，却将魏兵衣甲与蜀军5000人穿了，扮作魏兵，令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4将引着进奔曹真寨来。先令报马入寨说，只有些小蜀兵竟赶去了。真大喜，忽报司马都督察心腹人至，真唤入问之。其人告曰：今蜀兵用埋伏计，杀魏兵4000余人。司马都督致意将军，叫休将堵寨为念，务要用心提备。真曰：吾这里并无一个蜀兵。遂打发来人回去。忽又报秦良引兵回来了。真自出帐迎之。比及到寨，人报前后粮厨火起。真即回寨后看时，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4将指毛蜀军，就营前杀将进来。马岱、王平从后面杀来。马中张翼亦引兵杀到，魏兵措手不及，各自逃生。众将保曹真往东而走，背后蜀兵赶来。曹真正奔走，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到。真胆战心惊，视之，乃司马懿也。亦大战一场，蜀兵方退。真得脱，休残无地。懿曰：诸葛亮夺了其山地势，吾等不可久居此处。一去魏兵安营，再作粮图。真曰：仲达何以知吾遭此大败也？懿曰：见来人报称子丹说并无一个蜀兵，无料孔明暗来劫寨，因此知之，故相接应。今果中计，切莫言堵塞之事，只同心报国。曹真甚是惶恐，气成疾病，卧床不起。兵屯魏兵，亦恐军心有乱，不敢叫真引兵。却说孔明大驱士马复出岐山，烙军已毕，魏延、陈氏、杜琼、张仪4将入帐拜伏请罪。孔明曰：是谁失陷了军来？言曰：陈氏不听号令，潜入谷口，以此大败。是曰：此事魏延教我行来。孔明曰：他倒救你，你反攀他。
将令以为不必巧说，即令武士推出陈氏斩之。须臾悬首于帐前，以示诸将。此时孔明不杀魏延，欲留之以为后用也。孔明既斩了陈氏，正义进兵，忽有细作报说曹真卧病不起，现在营中治疗。孔明大喜，谓诸将曰：若曹真病轻，必便回长安。今魏兵不退，必为病重，故留于军中，以安众人之心。吾写下一书，叫秦良的将兵持与曹真，真若见之，必然死矣。遂唤将兵至帐下，问曰：汝等皆是魏军，父母妻子多在中原，不宜久居蜀中。今放汝等回家，若何？众军泣泪拜谢。孔明曰：曹子丹与吾有约，吾有一书，汝等带回，送与子丹，必有重赏。魏军领了书，奔回本寨，将孔明书呈与曹真。真伏病而起，拆封视之。其书曰：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，妾谓夫为将者，能去能救，能柔能刚，能进能退，能弱能强，不动如山岳，难知如阴阳，无穷如天地，充实如太仓，浩渺如四海，炫耀如三光。欲知天文之旱涝，先视地理之平康，察阵势之奇会，揣敌人之短长。皆而无学后辈，上逆穹苍，助篡国之反贼，称帝号于洛阳。走残兵于斜谷，遭淋雨于陈仓。水陆困乏，人马猖狂。抛银交之戈甲，弃满地之刀枪。都督心崩而胆裂，将军鼠窜而狼芒。吾面见关中之父老，何言入相府之厅堂？史官秉笔而记录，百姓众口而传扬。众达闻震而涕涕，子丹望风而惶惶。吾军兵强而马壮，大将虎奋以龙骧。扫秦川为平壤，当为国作秋荒。曹真看毕，恨气填胸，至晚死军中。司马懿用兵车装载，差人送赴洛阳安葬。魏主闻知曹真已死，即下诏催司马懿出战。一提大军来与孔明交锋，隔日先下战书。孔明谓诸将曰：曹真必死矣。遂批回来日交锋。使者去了，孔明当夜叫姜维受了密计，如此而行。又唤关兴吩咐，如此如此。次日，孔明尽起岐山之兵前到魏兵，一边是河，一边是山，中央平川旷野，好片战场。两军相迎，以弓箭射住阵脚。三通鼓罢，为阵中门旗开处，司马懿出马，众将随后而出。只见孔明端坐于四轮车上，手摇羽扇。懿曰：吾主上伐咬姚禅顺，相传两地坐镇中原，荣辱蜀吴两国者，乃吾主宽慈仁厚，恐伤百姓也。如乃南阳一更夫，不是天数，强要相亲，礼仪舔灭。如省心改过，宜及早回，各守疆界，以成鼎足之势，免致生灵涂炭，汝等皆得全生。孔明笑曰：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乎？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，如祖父皆为汉臣，是时汉禄不思报效，反助篡逆，岂不自耻？懿羞惭满面曰：吾与汝决一雌雄。汝若能胜，吾誓不为大将；汝若败时，早归故里，吾并不加害。孔明曰：汝欲斗将？斗兵？斗阵法？懿曰：先斗阵法。孔明曰：先布阵我看。懿入中军帐下，手执黄旗招展，左右军动，排成一阵，复上马出阵，问曰：汝是无阵否？孔明笑曰：吾军中末将，亦能不知？此乃混元一气阵也。懿曰：汝布阵我看。孔明入阵，把羽扇一摇，复出阵前，问曰：汝是我阵否？懿曰：量此八卦阵，如何不是？孔明曰：是便是了，敢打我阵否？懿曰：既是之，如何不敢打？孔明曰：汝只管打来。司马懿回到本阵中，唤带林、张虎、乐陵三将，吩咐曰：今孔明所布之阵，按修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金开八门。
汝三人可从正东生门打入，往西南修门杀出，复从正北开门杀入，此阵可破。汝等小心在意。于是戴林在中，张虎在前，乐林在后，各引30骑从生门打入。两军呐喊相助，三人杀蜀阵，只见阵如连城，冲突不出。三人慌引骑过阵脚，往西南冲去，却被蜀兵射住，冲突不出。阵中重重叠叠，都有门户，那里分东西南北。三将不能相顾，只管乱撞，但见愁云漠漠，惨雾蒙蒙。喊声齐楚，魏军一个个皆被俘了，送到中军。孔明坐于帐中，左右将张虎、戴林、乐林听90个军，皆伏在帐下。孔明笑曰：吾纵然捉得汝等，何足为奇？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，叫他再读兵书，纵观战策，那时来决雌雄，未为迟也。汝等性命既饶，当留下军器战马。遂将众人衣甲脱了，以墨涂面，步行出阵。司马懿见之大怒，回顾诸将曰：如此挫败锐气，有何面目回见中原大臣耶？即指挥三军，奋死略阵。亦自拔剑在手，引100余骁将，催督冲杀。两军恰才相会，忽然阵后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从西南上杀来，乃关兴也。一分后军当之，复催军向前厮杀。忽然魏兵大乱，原来姜维引一彪军敲地杀来，蜀兵3路夹攻，亦大惊，急忙退军。蜀兵周围杀到，亦引3军往南死命冲出。魏兵10伤6七，司马懿退在魏兵南岸下寨，坚守不出。孔明收得胜之兵，回到岐山时，永安城里严遣东魏吉安借送粮米至军中交割。吉安好酒，余路怠慢，为限10日。孔明大怒曰：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，误了3日，便该处斩。汝今误了10日，有何理说？喝令推出斩之。常使杨仪曰：吉安乃李严用人，又兼钱粮多出西川，莫若杀此人，后无人敢送粮也。孔明乃斥斥武士释去其服，杖80放之。吉安被责，心中怀恨，连夜引亲随5、6骑进奔魏寨投降。亦唤入，吉安拜告前事。亦曰：虽然如此，孔明多谋，汝言难信。汝能为我干一件大功，吾那时奏准天子，保汝为上将。安曰：但有甚事，即当效力。亦曰：如可回成都布散流言，说孔明有愿上之意，早晚欲称为帝，时汝主召回孔明，便是汝之功。吉安允诺，进回成都，见了宦官，布散流言，说孔明自以大功，早晚必将篡国。宦官闻之大惊，即入内奏帝，细言前事。后主惊讶曰：似此如之奈何？宦官曰：可召还成都，削其兵权，免生叛逆。后主下诏，宣孔明班师回朝。蒋琬出班奏曰：丞相自出师以来，累建大功，何故宣回？后主曰：朕有机密事，必须与丞相面议。即遣使摘诏星夜宣孔明回。使命进到岐山大寨，孔明接入，受诏已毕。仰天叹曰：主上年幼，必有佞臣在侧。吾正欲建功，何故取回？吾如不回，是欺主也。若奉命而退，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。姜维问曰：若大军退，司马懿乘势掩杀，当复如何？孔明曰：吾今退军，可分5路而退，今日先退此营。假如营内兵1000，却决2000灶，今日决3000灶，明日决4000灶，每日退军天灶而行。杨仪曰：习孙膑、秦庞涓用天兵减灶之法，今丞相退兵，何故增灶？孔明曰：司马懿善能用兵，知吾退兵，必然追赶。心中疑吾有伏兵，定于旧营内数灶。见每日增灶，兵又不知退与不退，则一不敢追。吾徐而退，自无损兵之患，遂传令退军。却说司马懿料吉安行迹停当，只待蜀兵退时，一起掩杀。正踌躇间，
忽报蜀寨空虚，人马皆去。亦因孔明多谋，不敢轻追，自引100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，叫军士数造，仍回本寨。次日又叫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点造数，回报说这营内之造比前又增1分。司马懿谓诸将曰：无料孔明多谋，今果天兵增造，吾若追之，必中其计，不如且退，再作良图。于是回军不追。孔明不折一人，望成都而去。嗣后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，说孔明退兵之时，未见天兵，只见增造。懿仰天长叹曰：孔明效于许之法，瞒过吾也。其谋略无不如之，遂引大军回洛阳。正是其逢敌手难相胜，将过良才不敢交。未知孔明回到成都，竟是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，空心猿一回出陇上诸葛庄神，奔剑阁张合中计。却说孔明用减兵天造之法，退兵到汉中。司马懿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亦收兵回长安去了。因此罢兵不曾折了一人。孔明大赏3军已毕，回到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老臣出了岐山，欲取长安，承陛下降诏召回，不知有何大事。后主无言可对。良久乃曰：朕久不见丞相之面，心甚思慕，故特召同，别无他事。孔明曰：此非陛下本心，必有奸臣谗言，言臣有意志也。后主闻言，默然无语。孔明曰：老臣受先帝厚恩，是以死报。今若内有奸邪，臣何能讨贼乎？后主曰：朕因过听宦官之言，一时召成沉香。今日茅塞方开，悔之不及矣。孔明遂唤众宦官就问，方知是桀安流言，即令人捕之，以投魏国去了。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，余皆废出宫外。又深责蒋琬、费祎等不能觉察奸邪，归见天子。2人为服罪。孔明拜辞后主，复到汉中，一面发檄令李严应付粮草，仍运赴军前。一面再议出师，杨仪曰：前述兴兵，军力疲弊，粮又不济，今不如分兵2班，以3个月为期。且如20万之众，只领10万出岐山，住了3个月，却叫这10万替回，循环相转，使兵力不乏。然后徐徐而进，中原可图矣。孔明曰：此言正合我意。无伐中原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当为此长久之计。遂下令分兵2班，限100日为期，循环相转，违宪者按军法处置。建兴9年春2月，孔明复出师伐魏，时为太和5年也。魏主曹睿知孔明又伐中原，即召司马懿商议。懿曰：今子丹已亡，臣愿竭一人之力，剿除寇贼，以报陛下。汝大喜，设宴待之。次日，人报蜀兵寇急，吕即命司马懿出师御敌，轻抬銮驾送出城外。懿辞了魏主，进到长安，大会诸路人马，计议破蜀兵之策。张合曰：吾愿引一军去守雍眉，以拒蜀兵。懿曰：何前军不能独当孔明之众，而又分兵为前后，非胜算也。不如留兵守上邽，余众西往岐山。不肯为先锋否？何大喜曰：吾素怀忠义，欲尽心报国，习未遇知己。今都督肯委重任，虽万死不辞。于是司马懿令张合为先锋，总督大军，又令郭淮守陇西诸郡，其余众将各分道而进。前军少马报说，孔明率大军望岐山进发，前部先锋王平、张仪进出陈仓，过剑阁，由散关望斜谷而来。司马懿谓张合曰：今孔明长驱大进，必将割陇西小麦，以资军粮。如可劫营岐山，吾与郭淮巡掠天水诸郡，以防贼兵割麦。合领诺，遂领4万兵守岐山，亦引大军望陇西而去。却说孔明兵至岐山，安营已毕，见魏兵已有卫兵提备，乃谓诸将曰：此必是司马懿也。
及今营中乏粮，屡遣人催促李延运米应付，却指示不到。无料陇上麦熟，可密引兵割之。于是刘王平、张仪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守岐山营，孔明自引姜维、魏延等诸将前到鲁城。鲁城太守素知孔明，慌忙开城出将。孔明抚魏毕，问曰：“此时何处麦熟？”太守告曰：“陇上麦已熟。”孔明乃留张翼马中守鲁城，自引诸将并三军望陇上而来。前军回报说，司马懿引兵在此。孔明惊曰：“此人欲知吾来割麦也。”即沐浴更衣，推过一班3辆4轮车来，车上具要一样装饰。此车乃孔明在蜀中预先造下的。当孔明下令姜维引1000军护车、500军肋骨伏在上归之后，马岱在左，魏延在右，一个引1000军护车、500军肋骨。每一辆车用24人，造一险卒，披法仗剑，手执7星造幡，在左右推车。3人各受计，引兵推车而去。孔明又令3万军各执镰刀、驼绳伺候割麦，却选24个精壮之士，各穿皂衣，披法仗剑，簇拥4轮车为推车使者。令关兴结束做天蓬模样，手执7星造幡，步行于车前。孔明端坐于上，望魏迎而来。少探军见之大惊，莫知是人是鬼，火速报之司马懿。懿自出营视之，只见孔明簪冠鹤氅，手摇羽扇，端坐于车上，左右24人，披法仗剑，前面1人手执造幡，隐隐似天神一般。懿曰：“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。”遂拨2000人马，吩咐曰：“汝等即去，连车带人尽情都捉来。”卫兵领命，一齐赶来。孔明见卫兵追赶来，便叫回车，遥望蜀营，缓缓而行。卫兵皆奏马追赶，但见阴风习习，冷雾漫漫，警力赶了1程，追之不上。个人大惊，都勒住马，言曰：“奇怪！我等急赶了30里，只见在前，追之不上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见卫兵不追，又令推车过来，朝着卫兵先下。卫兵犹豫良久，又放马过来。孔明复回车，慢慢而行。卫兵又赶了20里，只见在前，不曾赶上，尽皆痴呆。孔明叫回过车，朝着卫兵推车倒行。卫兵又欲追赶，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，传令曰：“孔明善会8门遁甲，能驱6丁6甲之神。此乃6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，众军不可追之。”众军方勒马回时，左势下战鼓大震，一彪军杀来，一即令兵拒之。只见蜀兵队里24人，披法仗剑，造衣险卒，涌出一辆4轮车。车上端坐孔明，三冠鹤氅，手摇羽扇。懿大惊曰：“方才那个车上坐着孔明，赶了50里，追之不上，如何这里又有孔明？怪哉，怪哉！”言未毕，又是下战鼓，又鸣，一彪军杀来，4轮车上亦坐着一个孔明，左右亦有24人，造衣险卒，披法仗剑，涌车而来。懿心中大疑，回顾诸将曰：“此必神兵也。”众军心下大乱，不敢交战，各自奔走。正行之际，忽然鼓声大震，又一彪军杀到。当先一辆4轮车，孔明端坐于上，左右推车使者同前一般。卫兵无不骇然。司马懿不知是人是鬼，又不知蜀兵多少，十分惊惧，急引兵奔入上邽，闭门不出。此时孔明早令3万精兵将陇上小麦割尽，运赴鲁城打晒去了。司马懿在上邽城中3日不敢出城。后见蜀兵退去，方敢令军出哨。于路捉的一蜀兵来见司马懿，懿问之，其人告曰：“某乃割麦之人，因走失马匹，被捉前来。”懿曰：“前者是何神兵？”答曰：“3路伏兵，皆不是孔明，乃姜维、马岱、魏延也。每一路只有1兵军护车，500兵肋骨。只是先来右阵的车上乃孔明也。”
亦仰天长叹曰：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。忽报副都督郭淮入见，亦皆入礼毕。怀曰：吾闻蜀兵不多，现在鲁城打麦，可以击之。亦细言前事。怀笑曰：只瞒过一时，今已识破，何足道哉？吾引一军攻其后，公引一军攻其前，鲁城可破，孔明可擒矣。亦从之，遂分兵两路而来。却说孔明引军在鲁城打晒小麦，呼唤诸将听令曰：今夜敌人必来攻城。无料鲁城东西麦田之内，足可伏兵。谁敢为我一往？将为魏延、马岱四将出曰：某等愿往。孔明大喜，乃命姜维、魏延各引2000兵，伏于东南西北两处。马岱、马忠各引2000兵，伏在西南东北两处。只听炮响，四角一齐杀来。四将引兵受计去了。孔明自引100余人，各带火炮出城，伏在麦田之内。却说司马懿引兵进到鲁城下，日已昏黑，乃谓诸将曰：若白日进兵，城中必有准备。今可乘夜晚攻之，此处城堤好浅，可便打破。遂屯兵城外。一更时分，郭淮亦引兵来，两下合兵，一声鼓响，把鲁城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城上万弩齐发，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进。忽然魏军中信炮连声，三军大惊，又不知何处兵来。怀令人去麦田搜时，四角上火光冲天，喊声大震，四路蜀兵一齐杀至。鲁城四门大开，城内兵杀出，里应外合，大杀一阵，魏兵死者无数。司马懿引败兵奋死突出重围，站住了山头。郭淮亦引败兵奔到山后扎住。孔明入城，令四将于四角上安营。郭淮告司马懿曰：今与蜀兵相持许久，无策可退。目下又被杀了一阵，折伤3000余人，若不早图，日后难退矣。懿曰：当复如何？怀曰：可发檄文条拥，良人马并力绞杀。吾愿引军袭剑阁，截其归路，使彼粮草不通，三军慌乱。那时乘势击之，敌可灭矣。亦从之，即发檄文，星夜往拥，粮调拨人马。不一日，大将孙礼引诸郡人马到，亦即令孙礼约会郭淮去袭剑阁。却说孔明在鲁城相聚日久，不见魏兵出战，乃唤马岱、姜维入城听令曰：今魏兵守住山险，不与吾战，一者料吾麦尽无粮，二者令兵去袭剑阁，断无粮道也。汝二人各引1万军先去守住险要，魏兵见有准备，自然退去。二人引兵去了。长史杨仪入帐告曰：向者丞相令大兵100日一换，今已献足，汉中兵已出川口，前路公文已到，只待会兵交换。现存8万军，内4万该与换班。孔明曰：既有令，便教速行。众军闻之，个个收拾启程。忽报孙礼引拥良人马20万来助战，去袭取剑阁。司马懿自引兵来攻鲁城了。蜀兵无不惊骇。杨仪入告孔明曰：魏兵来得甚急，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，待新来兵到，然后换之。孔明曰：不可，吾用兵命将，以信为本。既有令在先，岂可失信？且蜀兵应去者，皆准备归计，其父母妻子亦非尔望。吾今便有大难，绝不留他。即传令教应去之兵，当日便行。众军闻之，皆大呼曰：丞相如此施恩，我等愿且不回，各舍一命，大杀魏兵，以报丞相。孔明曰：尔等应该还家，岂可复留于此？众军皆欲出战，不愿回家。孔明曰：汝等既要与我出战，可出城安营，待魏兵到，莫待他袭喘，便即攻之，此以逸待劳之法也。众兵领命，各执兵器，欢喜出城，列阵而待。却说西凉人马背道而来，走的人马困乏，方欲下营歇息，被蜀兵一涌而进，一人人奋勇，将锐兵骁拥良兵抵敌不住，往后便退。
蜀兵奋力追杀，杀得那拥梁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孔明出城，收聚得胜之兵，入城赏劳，忽报永安里言有书告急。孔明大惊，拆封视之。书云：晋文东吴令人入洛阳，与魏联合。魏令吴代蜀，幸吴尚未起兵。今言探知消息，伏望丞相早作良图。孔明览毕，甚是惊疑，乃聚众将曰：若东吴兴兵寇蜀，无需紧速回也。即传令，叫岐山大寨人马，且退回西川。司马懿知吴屯军在此，必不敢追赶。于是王平、张仪、吴班、吴懿分兵两路，徐徐退入西川去了。张合见蜀兵退去，恐有计策，不敢来追，乃引兵来见司马懿曰：今蜀兵退去，不知何意。懿曰：孔明诡计极多，不可轻动，不如坚守，待他粮尽，自然退去。大将魏平出曰：蜀兵拔岐山之营而退，正可乘胜追之。都督按兵不动，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懿坚直不从。却说孔明知岐山兵已回，遂唤马中杨仪入帐，授以秘计，先引1万弓弩手去间隔木门道两下埋伏。若魏兵追到，听无炮响，即滚下木时，先截其去路，两头一齐射之。二人引兵去了。又唤魏延、关兴引兵断后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，城内乱堆柴草，须放烟火。大兵尽望木门道而去。魏营巡哨兵来报司马懿曰：蜀兵大队已退，但不知城中还有多少兵。懿自往视之，见城上插旗，城中烟起，笑曰：此乃空城也。令人探之，果是空城。懿大喜曰：孔明已退，谁敢追之？先锋张合曰：无愿往。懿阻曰：公性急躁，不可去。合曰：都督出关之时，命吾为先锋。今日正是立功之际，却不用吾，何也？懿曰：蜀兵退去，险阻楚必有埋伏，须十分仔细，方可追之。合曰：吾已知的，不必挂虑。懿曰：公自欲去，莫要追悔。合曰：大丈夫舍身报国，虽万死无恨。懿曰：公既坚持要去，可引5000兵先行。却叫魏平引2万马步兵后行，以防埋伏。吾自引3000兵随后接应。张合领命，引兵火速追赶。行到30余里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树林内闪出一彪军，为首大将横刀勒马，大叫曰：贼将引兵那里去？合回头视之，乃魏延也。合大怒，回马交锋。不时合、延诈败而走。合又追赶30余里，勒马回顾，全无伏兵，又策马前追。方转过山坡，忽又喊声大起，一彪军涌出，为首大将乃关兴也，横刀勒马，大叫曰：张合休走！有吾在此！合就拍马交锋。不时合、兴拨马便走。合随后追之，赶到一密林内，合心疑，令人四下哨探，并无伏兵。于是放心又赶，不想魏延又超在前面，合又与战10余合，延又败走。合愤怒赶来，又被关兴超在前面，截住去路。合大怒，拨马交锋，战不十合，蜀兵尽弃衣甲物件，塞满道路。魏兵皆下马争取，延、兴2人轮流交战。张合奋勇追赶，看天晚，赶到木门道口，魏延拨回马，高声大骂曰：张合逆贼！吾不与汝相聚，汝只顾赶来，吾今与汝决一死战。合十分愤怒，挺枪奏马，直取魏延。延挥刀来迎，战不十合，延大败，弃尽衣甲、头盔、匹马，引败兵往木门道中而走。张合杀得兴起，又见魏延大败而逃，乃纵马赶来。此时天色昏黑，一声炮响，山上火光冲天，大石乱柴滚将下来，阻截去路。合大惊曰：我中计矣！即回马时，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，中间只有一段空地，两傍皆是峭壁，合进退无路。
忽一梆子响，两下万弩齐发，将张合并100余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。后人有诗曰：伏弩齐飞万点星，木门道上射雄兵。至今间隔行人过，犹说军师旧日名。却说张合已死，随后卫兵追到，见塞了道路，已知张合踪迹。众军乐回马急退，忽听得山头上大叫曰：诸葛丞相在此！众军仰视，只见孔明立于火光之中，指众军而言曰：吾今日围猎，欲射一马，误中一张。汝个人安心而去，上负重达，早晚必为吾所擒矣。卫兵回见司马懿，细告前事，亦悲伤不已，仰天叹曰：张眷义身死，吾之过也。乃收兵回洛阳。魏主闻张合死，挥泪叹息，令人收其尸，后葬之。却说孔明入汉中，欲归成都见后主。东护李严望奏后主曰：臣已备办军粮，行将运赴丞相军前，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。后主闻奏，即命尚书费祎入汉中，见孔明，问班师之故。祎至汉中宣后主之意。孔明大惊曰：李严发书告急，说东吴将兴兵寇川，因此班师。费祎曰：李严奏称军粮已办，丞相无故回师，天子因此命某来问耳。孔明大怒，令人访查，乃是李严因军粮不济，怕丞相见罪，故发书取回，却又妄奏天子，这事已过。孔明大怒曰：匹夫为一己之故，废国家大事，令人召至，欲斩之。费祎劝曰：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，姑且宽恕。孔明从之。费祎即具表启奏天子。后主览表，勃然大怒，斥武士推出李严斩之。参军蒋琬出班奏曰：李严乃先帝托孤之臣，望启恩宽恕。后主从之，即折为庶人，徙于梓潼郡前往。孔明回到成都，用李严子李丰为长史，积草屯粮，讲政论武，整治军器，存续将士，3年，然后出征。两川人民军士皆仰其恩德。光阴荏苒，不觉3年，时建兴12年春2月。孔明入朝奏曰：臣今存续军事，已经3年，粮草丰足，军器完备，人马雄壮，可以伐魏。今番若不扫清奸党，恢复中原，是不见陛下也。后主曰：方今已成鼎足之势，吾魏不曾入寇，相附何不安享太平？孔明曰：臣受天地之遇之恩，梦寐之间，未尝不设伐魏之策。竭力尽忠，为陛下克复中原，众幸汉室，臣之愿也。言未毕，班部中一人出曰：丞相不可兴兵。众视之，乃谯周也。正是武侯敬瘁为忧国，太史之基又论天。未知谯周有何议论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空心原2回，司马懿战北原魏谯，诸葛亮造木牛流马。却说谯周官居太史，颇明天闻见孔明又欲出师，入奏后主曰：臣今执掌司天台，但有祸福，不可不奏。竟有群鸟数万，自南飞来，投于汉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。臣又观天文，见魁星单于太白之分，盛气在北，不利伐魏。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叶枯，有此数般灾异，丞相只宜谨守，不可妄动。孔明曰：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当竭力讨贼，岂可以虚妄之妖分，而废国家大事耶？遂命有司设太牢记于昭烈之庙，涕泣拜告曰：臣亮武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负罪非轻。今臣复统全部，再出祁山，是竭力尽心，剿灭汉贼，恢复中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既毕，拜辞后主，星夜至汉中，聚集诸将，商议出师。忽报关兴病亡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众将再三劝解，孔明叹曰：可怜忠义之人，天不予以寿。我今番出师，又少一员大将也。后人有诗叹曰：生死人常理，浮游一样空。但存忠孝节，何必受乔松？
孔明引蜀兵34万，分5路而进，令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皆出祁山取其令李辉。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候。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磨坡井内而出，改为青龙元年。此时乃青龙2年春2月也。晋臣奏曰：边关飞报，蜀兵30余万，分5路复出祁山。魏主曹睿大惊，即召司马懿至，谓曰：蜀人3年未曾入寇，今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懿奏曰：臣夜观天象，见中原旺气正盛，魁星犯太白，不利于西川。今孔明自负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败亡也。臣托陛下鸿福，当往破之。但愿保4人同去。睿曰：卿保何人？懿曰：夏侯渊有4子，长名霸，字仲全，次名威，字季全，三名惠，字雅全，四名和，字义全。霸、威2人弓马熟贤惠，和2人安之韬略，此4人常欲为父报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左右先锋，夏侯惠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，共赞军机，以退蜀兵。睿曰：向者夏侯毛驸马为务军机，失陷了许多人马，至今羞惭不回。今此4人，亦与毛同否？懿曰：此4人非毛之比也。睿乃从其请，即命司马懿为大都督，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，各处兵马皆听调遣。懿受命，辞朝出城。睿又以手诏赐懿曰：卿到魏兵，宜坚壁固守，勿与交锋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诈退诱敌，卿慎勿追。待比梁尽，必将自走，然后乘虚攻之，则取胜不难，亦免军马疲劳之苦，既莫善此也。司马懿顿首受诏，即日到长安，聚集各处军马共40万，皆来为兵下寨，又拨5万军，于渭水上搭起9座浮桥，令先锋夏侯霸、夏侯威过渭水安营，又于大营之后东原筑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懿正与众将商议间，忽报郭淮、孙礼来见。懿引入，礼毕，怀曰：今蜀兵悉在祁山，倘跨渭登原，接连北山，阻绝陇道，大可虞也。懿曰：所言甚善。公可就总督陇西军马，据北原下寨，深沟高垒，按兵不动，只待比梁尽，方可攻之。郭淮、孙礼领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却说孔明方出祁山，下5个大寨，按左右中前后自斜谷直至剑阁，一连又下14个大寨，分屯军马，以为9计。每日令人巡哨，忽报郭淮、孙礼领陇西之兵于北原下寨。孔明谓诸将曰：魏兵于北原安营者，俱无取此路，阻绝陇道也。吾今须攻北原，却暗取魏兵，令人扎木筏100余只，上载草把，选冠守、水手5000人驾之。我营夜只攻北原，司马懿必引兵来救。彼若少败，我把后军先渡过岸去，然后把军下于筏中，休要上岸，顺水取浮桥，放火烧断，以攻其后。吾自引一军去取前营之门。若得渭水之难，则进兵不难矣。诸将遵令而行。早有巡哨军飞报司马懿，懿唤诸将议曰：孔明如此设施，其中必有计，彼以取北原为名，顺水来烧浮桥，乱无后，却攻无前也。即传令与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若听得北原发喊，便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击之。又令张虎、乐、左右邻引2000弓弩手伏于渭水浮桥北岸，若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，可一齐射之，休令进桥。又传令郭淮、孙礼曰：孔明来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营，人马不多，可尽伏于半路。若蜀兵午后渡水，黄昏时分，必来攻汝。汝诈败而走，蜀兵必追。汝等皆以弓弩射之，无水陆并进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我指挥击之。各处下令已毕，又令2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引兵救应前营。懿自引一军救北原。却说孔明令魏延、
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，令吴班、吴懿引木筏兵去烧浮桥，令王平、张仪为前队，姜维、马忠为中队，廖化、张翼为后队，分兵3路去攻渭水汉营。是日午时，人马离大寨进渡渭水，列成阵势，缓缓而行。却说魏延、马岱将近北原，天色已昏。孙李少见，便弃营而走。魏延知有准备，即退军时，四下喊声大震，左有司马懿，右有郭淮，两路兵杀来。魏延、马岱奋力杀出，蜀兵多半落于水中，余众奔逃无路。幸得吴懿兵杀来，救了败兵过岸拒住。吴班分一半兵称伐顺水来烧浮桥，却被张虎、乐左密右邻在岸上乱箭射住。吴班中箭落水而死，余军覆水逃命，木筏竟被魏兵夺去。王平、张仪此时不知北原兵败，直奔到魏营，已有2更天气，只听得喊声四起。王平谓张仪曰：“军马攻打北原，未知胜负。渭南之寨现在面前，如何不见一个魏兵？莫非司马懿知道了，先做准备也？我等且看浮桥火起，方可进兵。”2人勒住军马，忽背后一骑马来报说，丞相叫军马急回。北原兵、浮桥兵俱失了。王平、张仪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却被魏兵抄在背后，一声炮响，一齐杀来，火光冲天。王平、张仪引兵相迎，两军混战一场。平、仪2人奋力杀出，蜀兵折伤大半。孔明回到岐山大寨，收聚残兵，约折了万余人，心中忧闷。忽报费辉自成都来见丞相，孔明请入。费辉礼毕，孔明曰：“吾有医书，正欲樊公去东吴投递，不知肯去否？”辉曰：“丞相之命，岂敢推辞？”孔明即修书付费辉去了。辉持书进到建业，入见吴主孙权，呈上孔明之书。权差视之，其略曰：“汉室不幸，王纲失计，曹贼篡逆，蔓延极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，敢不竭力尽心？今大兵已会于岐山，狂寇将亡于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意，命将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书不尽言，万希圣聪。”权览毕，大喜，乃谓费辉曰：“朕久欲兴兵，为得会合孔明。今既有书到，即日朕自兴兵，入居朝门，取魏新城，再令陆逊、诸葛瑾等屯兵于江夏绵口，取襄阳孙韶、张成等出兵广陵，取淮阳等处，3路一齐进军，共30万，左克右寸，日兴师。”费辉拜谢曰：“诚如此，则中原不日自破矣。”权设宴款待费辉。饮宴间，权问曰：“丞相军前，用谁当先破敌？”辉曰：“魏延为首。”权笑曰：“此人勇有余，而心不正。若欲招吾孔明，彼必为祸。孔明岂谓之耶？”辉曰：“陛下之言极当。臣今归去，即当以此言告孔明。”遂拜辞孙权，回到岐山，见了孔明，具言吴主起大兵30万，御驾亲征，兵分3路而进。孔明又问曰：“吴主别有所言否？”费辉将论魏延之语告之。孔明叹曰：“真聪明之主也，吾非不知此人，唯习其勇，故用之耳。”辉曰：“丞相早宜驱除。”孔明曰：“吾自有法。”辉辞别孔明，自回成都。孔明正与诸将商议征进，忽报有魏将来投降。孔明唤入问之，答曰：“某乃魏国偏将郑文也。竟与秦朗统领人马，听司马懿调用。不料司马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为前将军，而是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平，特来投降丞相。望赐收录。”言未已，人报秦朗引兵在寨外单莫郑文交战。孔明曰：“此人武艺比汝若何？”郑文曰：“某当力斩之。”孔明曰：“汝若先杀秦朗，吾方不疑。”郑文欣然上马出营，与秦朗交战。孔明亲自出营视之，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：“反贼盗我战马来此，可早早害我！
言讫，直取正文。文拍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斩秦朗于马下。卫兵各自逃走，正文提首级入营。孔明回到帐中坐定，唤正文至，勃然大怒，斥左右推出斩之。正文曰：小将无罪。孔明曰：吾向是秦朗辱今斩者，并非秦朗，安敢欺我？文拜告曰：此时秦朗之弟秦明也。孔明笑曰：司马懿令汝来诈降，于中取势，却如何瞒得我过？若不实说，必然斩汝。正文只得速告其实是诈降，祈求免死。孔明曰：汝既求生，可修书一封，叫司马懿自来结营，无便饶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还当重用。正文只得写了一书，呈于孔明。孔明令将正文监下。樊建问曰：丞相何以知此人诈降？孔明曰：司马懿不轻用人，若查秦朗为前将军，必武艺高强，今与正文交马旨意，何便为文所杀，必不是秦朗也，已故知其诈也。众皆拜服。孔明选一舌辩军士，附耳吩咐如此如此。军士领命，持书进来魏寨，求见司马懿。懿唤入差书看毕，问曰：汝何人也？答曰：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。正文与某同乡。今孔明因正文有功，用为先锋。正文特托某来献书，约于明日晚间，举火为号，望起都督亲提大军前来劫寨，正文在内为应。司马懿反复诘问，又将来书仔细检看，果然是时即赐军士90，吩咐曰：本日2更为期，我自来解寨。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军士拜别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剑不刚，导筑已毕，唤王平、张仪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魏延吩咐如此如此。孔明自引数10人，坐于高山之上，指挥众军。却说司马懿见了正文之书，便欲引2子提大兵来劫蜀寨。长子司马师谏曰：父亲何故惧骗旨而侵入重地？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别将先去，父亲为后应可也。懿从之，遂令秦朗引1万兵去劫蜀寨，懿自引兵接应。是夜初更，风清月朗，将及2更时分，忽然阴云四合，黑气漫空，对面不见。懿大喜曰：天使我成功也。于是人尽衔枚，马皆勒口，长驱大进。秦朗当先，引1万兵直杀入蜀寨中，并不见一人。朗知中计，忙叫退兵。四下火把齐鸣，喊声震地，左有王平、张仪，右有马岱、马忠2路兵杀来。秦朗死战，不能得出。背后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，喊声不绝，又不知魏兵胜负，只顾催兵接应，往火光中杀来。忽然一声喊起，火炮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维2路兵杀来。魏兵大败，10伤8九，四散逃奔。此时秦朗所引1万兵都被蜀兵围住，箭如飞蝗。秦朗死于乱军之中。司马懿引败兵奔入本寨。3更以后，天复清朗。孔明在山头上鸣金收军。原来2更时阴云四合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收兵已了。天复清朗，乃孔明驱6丁6甲扫荡浮云也。当下孔明得胜回营内，命将正文斩了，再议取渭南之策。每日令兵莫战，魏军止不出来。孔明自乘小车来岐山前渭水东西踏看地理。忽到一谷口，见其形如葫芦之状，内中可容1000余人，2山又合一谷，可容4、500人，背后2山环抱，只可通1人1骑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问向导官曰：此谷何名？答曰：此名上方谷，又名葫芦谷。孔明回到帐中，唤皮匠杜瑞、胡忠2人，附耳授以秘计。令唤集随军将作1000余人，入葫芦谷中，制造木牛流马应用，又令马岱领500兵守住谷口。
孔明主马岱曰：将作人等不许放出，外人不许放入。吾还不时自来点事，捉司马懿之计，只在此举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马岱受命而去。杜瑞等二人在谷中监督将作，依法制造。孔明每日自来指示。忽一日，长史杨仪入告曰：即今2米皆在剑阁，人夫牛马搬运不便，如之奈何？孔明笑曰：吾以运谋多时也。前者所经木料，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，叫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2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马皆不食水，可以搬运昼夜不绝。众皆惊曰：自古及今，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。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？孔明曰：吾已令人依法制造，尚未完备。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，尺寸方圆，长短阔狭，开显明白，汝等视之。众皆大喜。孔明即手书一纸，负众观看。众将环绕而视。其造木牛之法云：方腹取径，一脚4足投入岭中，折着于腹。载多而行少，独行者数十里，群行者30里。曲者为牛头，双者为牛足，横者为牛领，转者为牛角，覆者为牛背，方者为牛腹，垂者为牛舌，曲者为牛肋，刻者为牛齿，立者为牛角，细者为牛央，射者为牛丘，左隔右游。牛欲双圆，人行6尺，牛行4步。人不大劳，牛不饮食。造流马之法云：肋长3尺5寸，广3寸，厚2寸5分，左右同前。前轴孔分末去头4寸，径重2寸。前脚孔分末去头4寸5分，长1寸5分，广1寸。杠孔去前脚孔分末3寸7分，孔长2寸，广1寸。后轴孔去前杠分末1尺5寸，大小与前同。后脚孔分末1寸2分去后轴孔3寸5分，大小与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脚孔分末2寸7分，后载刻去后杠孔分末4寸5分。前杠长1尺8寸，广2寸，后1寸5分。后杠羽等。板方囊2枚，厚8分，长2尺7寸，高1尺6寸5分，广1尺6寸，每枚寿米2斛3豆。从上杠孔去肋下7寸，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末1尺3寸，孔长1寸5分，广7分，8孔同。前后4角广2寸，厚1寸5分。形制如像，宣长4寸，镜面4寸3分。孔径中3角杠，长2尺1寸，广1寸5分，厚1寸4分。众将看了一遍，皆拜服曰：丞相真神人也。过了数日，木牛流马皆造完备，宛然如活者一般，上山下岭，皆尽其便。众军见之，无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将军高翔引1000兵，驾着木牛流马，自剑阁直抵岐山大寨，往来搬运粮草，供给蜀兵之用。后人有诗赞曰：剑阁险峻驱流马，斜谷骑驱驾木牛。后世若能行此法，转书安得使人愁。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，忽哨马报说，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，人不大劳，牛马不食。懿大惊曰：吾所以坚守不出者，唯彼粮草不能接济，欲待其自毙耳。今用此法，必为久远之计，不思退矣。如之奈何？即唤张虎、乐、左密、右邻2人吩咐曰：汝2人各引500军，从斜谷小路超出，待蜀兵驱过木牛流马，任他过境，一齐杀出，不可多抢，只抢3-5匹便回。2人领命，各引500兵，扮作蜀兵，夜间偷过小路，伏在谷中，果见高翔引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将刺过境，两边一齐鼓噪杀出。蜀兵措手不及，弃下数匹，张虎、乐、左密、右邻欢喜驱回本寨。司马懿看了，果然如活的一般，乃大喜曰：汝会用此法，难道我不会用？便令巧匠100余人当面拆开，吩咐依其尺寸长短厚薄之法，一样制造木牛流马。不消半月，造成2000余只，
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镇远将军岑威引1000军驱木牛流马去陇西搬运粮草，往来不绝。魏营军将无不欢喜。却说高翔回见孔明，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5、6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吾正要他抢去，我只废了几匹木牛流马，却不久变得军中许多资助也。诸将问曰：丞相何以知之？孔明曰：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，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。那时我又有计策，数日后，人报魏军也会造木牛流马，往陇西搬运粮草。孔明大喜曰：不出吾之算也。便唤王平吩咐曰：如引1000兵，扮作魏兵，星夜偷过北原，只说是寻粮军，混入彼运粮军中，将运粮之人尽皆杀散，却驱木牛流马而回，尽奔过北原来。此处必有魏兵追赶，汝便将木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过来，牛马就不能行动，汝等尽弃之而走。背后魏兵赶到，牵拽不动，扛抬不去。吾再有兵到，汝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，长驱大行。魏兵必疑为怪也。王平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张仪吩咐曰：如引500兵，都扮作6丁6甲神兵，鬼头兽身，用五彩涂面，装作种种怪异之状，一手执绣旗，一手仗宝剑，身挂葫芦，内藏烟火之物，伏于山旁。待木牛流马到时，放起烟火，一齐涌出，放出烟火，驱牛马而行。魏兵见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来追赶。张仪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姜维、魏延吩咐曰：汝2人同引1万兵，去北原寨口接应木牛流马，以防交战。又唤廖化、张翼吩咐曰：汝2人引5000兵，去断司马懿来路。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曰：汝2人引2000兵去渭南搦战。6人个个领令而去。且说魏将岑威引军驱木牛流马，装载粮米，正行之间，忽报前面有兵巡粮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兵，遂放心前进。两军合在一处，忽然喊声大震，蜀兵就本队里杀起，大呼：蜀中大将王平在此！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杀死大半。岑威引败兵抵敌，被王平一刀斩了，余皆溃散。王平引兵尽驱木牛流马而回，败兵飞奔报入北原寨内。郭淮闻军粮被劫，急忙引军来救。王平令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，皆弃于道上，且战且走。郭淮叫且莫追，只驱回木牛流马。众军一齐驱赶，却那里驱赶得动？郭淮心中疑惑，正无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声四起，两路兵杀来，乃姜维、魏延也。王平复引兵杀回，3路夹攻，郭淮大败而走。王平令军士将牛马舌头重负扭转，驱赶而行。郭淮望见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见山后烟云吐起，一队神兵涌出，一个个手执旗剑，怪异之状，驱驾木牛流马如蜂涌而去。郭淮大惊曰：此必神助也。众军见了，无不惊畏，不敢追赶。却说司马懿闻北原兵败，即自引军来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声炮响，两路兵自险峻处杀出，喊声震地。其上大书汉江张翼、廖化。司马懿见了大惊，魏军招慌，各自逃窜。正是路逢神将梁遭劫，身遇骑兵命又危。未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空心原3回，上方谷司马受困，5丈原诸葛攘心。却说司马懿被张翼、廖化一阵杀败，匹马单枪，望密林间而走。张翼收住后军，廖化当先追赶。看赶上，一招慌绕树而转，化一刀砍去，正砍在树上，即拔出刀时，亦已走出林外。廖化随后赶出，却不知去向，但见树林之东落下金盔一个。廖化取盔捎在马上，一直往东追赶。
原来司马懿把金盔弃于林东，却反向西走去了。廖化追了一程，不见踪迹，奔出谷口，遇见姜维，同回寨见孔明。张仪早驱牧牛流马到寨，交割已毕，获2万余石。廖化献上金盔，入为头功。魏延心中不悦，口出怨言，孔明只作不知。且说司马懿逃回寨中，心甚恼闷。忽使命击诏至，沿东吴3路入寇。朝廷正议命江抵敌、令义等坚守呼战。懿受命已毕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却说曹睿闻孙权分兵3路而来，亦起兵3路迎之，命刘绍引兵救江夏，田豫引兵救襄阳，睿自于满宠率大军救合肥。满宠先引一军至巢湖口，望见东岸战船无数，惊其整肃。宠入军中请魏主曰：无人必亲我远来，未曾提备今夜可乘虚劫其水寨必得全胜。魏主曰：汝言正合朕意。即令骁将张求领5000兵，各带火炬，从湖口攻之。满宠引兵5000，从东岸攻之。是夜2更时分，张求、满宠各引军悄悄望湖口进发将近水寨，一齐呐喊刷杀入。吴兵慌乱，不战而走，被魏军四下举火，烧毁战船、粮草、器具不计其数。诸葛瑾率败兵逃走沔口，魏兵大胜而回。次日，少军报之陆逊。逊及诸将议曰：吾当作表申奏主上，请撤新城之围，以兵断魏军归路。吾虑众攻其前，彼首尾不敌，一鼓可破也。众服其言。陆逊即据表，移一小校密地击往新城。小校领命，击看表文，行至渡口，不期被魏军俘虏的捉住，解赴军中见魏主曹睿。睿搜出陆逊表文，览毕，叹曰：东吴陆逊真妙算也许。遂命将吴卒监下，命刘绍谨防孙权后兵。却说诸葛瑾大败一阵，又值暑天，人马多生疾病。乃修书一封，令人转达陆逊，意欲撤兵还国。逊看书毕，谓来人曰：拜上将军。吾自有主意。使者回报诸葛瑾，瑾问陆将军作何举动？使者曰：但见陆将军催督众人于营外种豆熟，自与诸将在辕门设戏。瑾大惊，亲自往陆逊营中与逊相见，问曰：今曹睿亲来，兵势甚盛，都督何以御之？逊日吴前遣人奏表于主上，不料为敌人所获。计谋计泄，彼必之备，与战无益，不如且退。己差人奉表曰：主上缓缓退兵矣。今日都督既有此意，即宜速退，何又迟延？逊曰：吴军欲退，当徐徐而动。今若退兵，魏人必乘势追赶，此取败之道也。足下宜先督战船诈为拒敌之意，吴悉以人军向襄阳而进，为夷敌之计，然后徐徐退归江东，魏兵自不敢进耳。谨依其计，逊辞归本营，整顿船只，预备起行。陆逊整肃部伍，张扬声势，望襄阳进发。早有细作报之魏主，说吴兵已动，须用提防。魏将闻之，皆要出战。魏主素知陆逊之才，谕众将曰：陆逊有谋，莫非用诱敌之计，不可轻动。众将乃止。数日后，少卒来报说，东吴3路兵马皆退矣。魏主未信，再令人探之，回报果然尽退。魏主叹曰：陆逊用兵，不亚孙吴，东南未可平也。遂斥诸将，各守险要，自引大军屯合肥，以伺其变。却说孔明在岐山，欲为久住之计，乃令蜀兵与魏民相杂种田，军一分，民2分，并不侵犯，为民皆安心乐业。司马师入告其父曰：蜀兵劫去我许多粮米，今又令蜀兵与我民相杂屯田于魏兵，以为久计，似此真为国家大患。父亲何不与孔明约其大战一场，以决雌雄？亦曰：吾奉旨坚守，不可轻动。正义间，忽报魏延将着元帅前日所失金碑，前来骂战。
众将愤怒，俱欲出战。亦笑曰：圣人云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但坚守为上。诸将依令不出。魏延辱骂良久方回。孔明见司马懿不肯出战，乃密令马岱造成木栅，营中掘下深堑，多积干柴引火之物。周围山上多用柴草须搭窝铺，内外皆伏地雷。至备停当，孔明附而主之曰：可将葫芦谷后路塞断，按伏兵于谷中。若司马懿追到，任他入谷，便将地雷干柴一齐放起火来。又令军士画举7星号带于谷口，夜设7盏明灯于山上，以为暗号。马岱受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魏延吩咐曰：如可引500兵去魏寨讨战，务要诱司马懿出战，不可取胜，只可诈败。亦必追赶，汝却望7星齐楚而入。若是夜间，则望7盏灯杵而走。只要引得司马懿入葫芦谷内，无自有擒之之计。魏延受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高翔吩咐曰：汝将木牛流马或20-30为一群，或40-50为一群，各装米粮，于山路往来行走。如魏兵抢去，便是汝之功。高翔领计，驱驾木牛流马去了。孔明将岐山兵一一调去，只推屯田，吩咐如别兵来战，只许诈败。若司马懿自来，方并力止攻渭南，断其归路。孔明分拨已毕，自引一军进上方谷下营。且说夏侯会、夏侯和2人入寨告司马懿曰：今蜀兵四散结营，各处屯田，以为久计。若不趁此时除之，纵令安居日久，深根固地，难以摇动。懿曰：此必又是孔明之计。2人曰：都督若如此疑虑，寇敌何时的灭？我兄弟2人当奋力决一死战，以报国恩。懿曰：既如此，汝2人可分头出战。遂令夏侯会、夏侯和各引5000兵去弃。懿坐待回音。却说夏侯会、夏侯和2人分兵2路，正行之间，忽见蜀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2人一齐杀将过去，蜀兵败奔走，木牛流马被魏兵抢获，借送司马懿营中。次日又劫虏的人马100余，亦解赴大寨。亦将解到蜀兵，解审虚实。蜀兵告曰：孔明指都督坚守不出，竟命我等四散屯田，以为久计。不想却被擒获，亦即将蜀兵尽皆放回。夏侯和曰：何不杀之？懿曰：量此小卒，杀之无益。放归本寨，另说魏将宽厚仁慈，是彼战心。此吕蒙取荆州之计也。遂传令今后凡有擒到蜀兵，俱当善遣之，仍重赏有功将吏。诸将皆听令而去。却说孔明令高翔、杨洋做运粮，驱驾木牛流马，往来于上方谷内。夏侯会等不时截杀。半月之间，连胜数阵。司马懿见蜀兵屡败，心中欢喜。翌日又擒到蜀兵数十人。懿唤至帐下问曰：孔明今在何处？众告曰：诸葛丞相不在岐山，在上方谷西10里下营安住。今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。亦被细问了，即将众人放去。乃唤诸将吩咐曰：孔明今不在岐山，在上方谷安营。汝等于明日可一齐并力取岐山大寨。吾自引兵来接应。众将领命，个个准备出战。司马师曰：父亲何故反欲攻其后？亦曰：岐山乃蜀人之根本，若见我兵攻之，各营必进来救，我却取上方谷烧其粮草，使彼首尾不接，必大败也。司马师拜服。亦即发兵起行，令张虎、岳琛各引5000兵在后救应。且说孔明正在岐山望见魏兵或3-5千一行，或1-2千一行，队伍纷纷，前后顾盼，料必来取岐山大寨，乃密传京众将：若司马懿自来，汝等便往劫魏寨，夺了渭南。众将个个听令。却说魏兵皆奔岐山寨来，蜀兵四下一齐呐喊奔走，须作救应之事。
司马懿见蜀兵都去救岐山寨，便引二子并中军护卫人马杀奔上方谷来。魏延在谷口，只盼司马懿到来。忽见一支卫兵杀到，延纵马向前视之，正是司马懿。延大喝曰：“司马懿休走！”舞刀相迎，一挺枪接战，不上三合，延拨回马便走，亦随后赶来。延指望七星齐楚而走，亦见魏延只一人，军马又少，放心追之。令司马师在左，司马昭在右，亦自居众，一齐攻杀将来。魏延引500兵皆退入谷中去，亦追到谷口，先令人入谷中哨探，火报谷内并无伏兵，山上皆是草房。亦曰：“此必是积粮之所也。”遂大驱士马进入谷中，亦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，前面魏延已不见了。亦心疑，谓二子曰：“倘有兵截断谷口，如之奈何？”言未已，只听得喊声大震，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，烧断谷口。魏兵奔逃无路，山上火箭射下，地雷一齐突出，草房内干柴兜着，呱呱杂杂，火势冲天。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，乃下马报二子，大哭曰：“我父子3人皆死于此处矣。”正哭之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黑气漫空，一声霹雳响杵，骤雨倾盆，满谷之火尽皆浇灭，地雷不震，火气无功。司马懿大喜曰：“不就此时杀出，便待时何？”即引兵奋力冲杀。张虎、岳琛亦引兵杀来接应，马岱军少，不敢追赶。司马懿父子与张虎、岳琛合兵一处，同归渭南大寨。不想寨山已被蜀兵夺了。郭淮、孙礼正在浮桥上与蜀兵接战。司马懿等引兵杀到，蜀兵退去，亦烧断浮桥，拒驻北岸。且说魏兵在岐山攻打蜀寨，听知司马懿大败，失了渭南营寨，军心慌乱。及退时，四面蜀兵冲杀将来，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死者无数，余众奔过渭北逃生。孔明在山上见魏延诱司马懿入谷，一霎时火光大起，心中甚喜，以为司马懿此番必死。不期天降大雨，火不能着，哨马报说司马懿父子俱逃去了。孔明叹曰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”后人有诗叹曰：“谷口疯狂烈焰飘，何其骤雨降清霄。武侯妙计如能救，安得山河属晋朝。”却说司马懿在渭北寨内传令曰：“渭南寨山今已失了，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。”众将听令，拒守不出。郭淮入告曰：“近日孔明引兵巡哨，必将择地安营。”亦曰：“孔明若出武功山，依山而东，我等皆为矣；若出渭南，西指5丈原，方无事也。”令人探之，回报果屯5丈原。司马懿以手加额曰：“大魏皇帝之鸿福也。”遂令诸将坚守忽出，彼久必自便。且说孔明自引一军屯于5丈原，累金人莫战，魏兵不出。孔明乃取金国并妇人缟素之服，盛于大河之内，修书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。诸将不敢隐蔽，引来使入见司马懿。亦对众吞何视之，内有金国妇人之一，并书一封。亦差事其书，略曰：“仲达既为大将，统领中原之众，不思披坚执锐，以决雌雄，乃干枯守土巢，紧闭刀剑，与妇人又何异哉？今遣人送金国素衣，至如不出战，可再拜而受之。倘齿心未泯，留有男子胸襟，早与披回，依其挂敌。”司马懿看毕，心中大怒，乃扬笑曰：“孔明视我为妇人耶？”即受之，令众带来使。亦问日，孔明寝食及事之繁简若何？使者曰：“丞相素心夜寐，罚20以上皆轻懒焉。所啖之时，日不过数升。”亦故谓诸将曰：“孔明食少事繁，其能久乎？”
使者辞去，回到五丈原，见了孔明。据说司马懿受了巾帼女衣，看了书札，并不嗔怒，只问丞相请时即事之繁简，绝不提起军旅之事。某如此应对，彼言时少事繁，岂能长久？孔明叹曰：彼深知我也。主不扬容曰：某见丞相常自笑不书，窃以为不必。夫为志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辟之治家之道，必使仆职之耕，必取窜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其家利从容自在，高枕饮食而已。若皆身轻其事，将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治之不如必仆哉？是为家主之道也。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；坐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。习丙及庸牛喘，而不问横道死人。陈平不知前古之术，曰自有主者。今丞相亲理细事，汗流终日，岂不劳乎？司马懿之言，真之言也。孔明泣曰：吾非不知，但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。众皆垂泪。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，诸将因此未敢进兵。却说魏将皆知孔明以巾帼女衣入司马懿，亦受之不战。众将惧愤，入帐告曰：我等皆大国名将，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？即请出战，以决雌雄。懿曰：吾非不敢出战，而甘心受辱也。奈于子明诏，令坚守无动。今若轻出，有违君命矣。众将惧愤怒不平。懿曰：汝等既要出战，待我奏怀天子，同力赴敌，何如？众皆允诺。懿乃写表遣使，直至合肥军前，奏闻魏主曹睿。屡差表览之。表略曰：臣才不任重，伏蒙明旨，今臣坚守不战，以待蜀人之自毙。奈今诸葛亮疑臣以巾帼，待臣如妇人，耻辱至甚。臣谨先达圣聪，但系将效死一战，以报朝廷之恩，以雪三军之耻。臣不生姬妾之志。睿览气，乃谓多官曰：司马懿坚守不出，今何故又上表求战？谓辛毗曰：司马懿本无战心，必因诸葛亮耻辱众将愤怒之故，特上此表，欲更起明旨，以遏诸将之心耳。睿然其言，即令辛毗持节至魏北寨传谕，令勿出战。司马懿皆召入帐，辛毗宣谕曰：如再有敢言出战者，即以为止论。众将只得奉诏。懿暗谓辛毗曰：公真知我心也。于是令军中传说，魏主命辛毗持节，传谕司马懿勿得出战。蜀将闻知此事，报于孔明。孔明笑曰：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。姜维曰：丞相何以知之？孔明曰：彼本无战心，所以请战者，以示侮于众耳。岂不闻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？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？此乃司马懿因将士愤怒，故借曹睿之意，以治众人。今又播传此言，欲泄我军心也。正论间，忽报废辉到，孔明请入问之。辉曰：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，乃自引大军至合肥，令满宠、田豫、刘绍分兵三路迎敌。满宠设计，尽烧东吴粮草占据，吴兵多病。陆逊上表于吴王，约会前后夹攻，不意击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，因此机关泄露，吴兵无功而还。孔明听知此信，遂长叹一声，不觉昏倒于地，众将急救，半晌方苏。孔明叹曰：吾心昏乱，旧病复发，恐不能生矣。是夜孔明伏病出帐，仰观天文，十分惊慌，入帐谓姜维曰：吾命在旦夕矣。维曰：丞相何出此言？孔明曰：吾见三台星中，克星背明，主星幽隐，相辅列耀，其光昏暗，天象如此，无命可知。维曰：天象虽则如此，丞相何不用其禳之法挽回之？孔明曰：吾素安其禳之法，但未知天意如何。如可引甲士49人，合执皂旗，穿皂衣，环绕帐外。我自于帐中其禳北斗。
若去日内主灯不灭，无寿可增一计。如灯灭，吾必死矣。闲杂人等休令放入。凡一应需用之物，只令2小童搬运。姜维领命，自去准备。时值8月中秋，是夜银河耿耿，玉露粼粼，旌旗不动，雕斗无声。姜维在帐外引49人守护，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，地上分布7盏大灯，外部49盏小灯，内安本命灯1盏。孔明拜祝曰：亮生于乱世，甘老临泉，承昭烈皇帝3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不敢不竭犬马之劳，誓讨国贼。不意将心欲坠，阳寿将终。锦书尺素，上告穹苍。福望天慈，俯垂剑听，取言陈算，使得上报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克复旧物，永延汉嗣。非敢忘其，实由情切。拜祝毕，就帐中俯伏待旦。次日，服病理事，吐血不止。日则记忆军机，夜则不刚踏斗。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，忽一夜仰观天文，大喜，谓夏侯霸曰：吾见将兴师卫，孔明必然有病，不久便死。你可引1000军去五丈原哨探，若蜀人扰乱不出接战，孔明必然患病矣。吾当乘势击之。霸引兵而去。孔明在帐中其攘以及6夜，见主灯明亮，心中甚佳。姜维入帐，正见孔明披发仗剑，踏钢步斗，压阵将兴。忽听得寨外呐喊，方欲令人出问，魏延飞步入告曰：魏兵至矣。言脚不及，竟将主灯扑灭。孔明弃剑而叹曰：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攘也。魏延惶恐，伏地请罪。姜维愤怒，拔剑欲杀魏延。正是万事不由人做主，一心难与命争衡。未知魏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空心元4回，允大兴汉丞相归天，见木相魏都督丧胆。却说姜维见魏延踏灭了灯，心中愤怒，拔剑欲杀之。孔明止之曰：此无命当绝，非文长之过也。维乃收剑。孔明吐血数口，卧倒床上，谓魏延曰：此事司马懿料吾有病，故令人来探视虚实。如可急出迎敌。魏延领命，出帐上马，引兵杀出寨来。夏侯霸见了魏延，慌望引军退走。延追赶20余里方回。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。姜维入帐，直至孔明榻前问安。孔明曰：吾本欲竭忠尽力，恢复中原，重信汉室。奈天意如此，吾旦夕将死。吾平生所学以著书24篇，计104112字，内有8物、7戒、6孔、5句之法。吾遍观诸将，无人可授，独汝可传我书。切乎轻乎？唯哭拜而受。孔明又曰：吾有连弩之法，不曾用的。其法矢长8寸，一弩可发10矢，皆画成图本，如可依法造用。唯一拜受。孔明又曰：蜀中诸道，皆不必多忧，唯阴平之地，切须仔细。此地虽险峻，久必有失。又唤马岱入帐，附耳低言，授以秘计。主曰：我死之后，如可依计行之。岱领计而出。少卿、杨仪入。孔明唤至榻前，授予一锦囊，密主曰：我死，魏延必反。待其反时，如与临阵，方开此囊。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。孔明一一调度已毕，便昏然而倒，至晚方苏，便连夜表奏后主。后主闻奏大惊，即命尚书李福星夜至军中问安，监巡后事。李福领命，攒城赴5丈原，入见孔明，传后主之命。问安毕，孔明流涕曰：吾不幸中道丧亡，虚废国家大事，得罪于天下。我死后，公等宜竭忠辅国，国家旧制不可更易，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。吾兵法皆授予姜维，他自能继吾之志，为国家出力。吾今命已在旦夕，当即有仪表上奏天子也。
李福领了言语，匆匆辞去。孔明强之病体，令左右扶上小车，出寨遍观各营，自觉秋风吹面，彻骨生寒，乃长叹曰：再不能临阵讨贼矣。悠悠苍天，何此其急？叹息良久，回到帐中，并转沉重，乃唤杨仪吩咐曰：马岱、王平、廖化、张翼等皆终亮死节之士，久经战阵，多负勤劳，堪可委用。我死之后，凡事俱依旧章而行，缓缓退兵，不可急奏。汝深通谋略，不必多嘱。姜伯约智勇足备，可以断后。杨仪弃拜受命。孔明另取文房四宝，于卧榻上手书仪表，以答后主。表略曰：符文生死有常，难逃定数。死之将至，愿尽于中。陈亮复信于拙，遭时艰难。吩咐永节，专掌均衡。兴师北伐，未获成功。何其病入膏肓，命垂旦夕。不及中士陛下，隐恨无穷。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。达孝道于先皇，不仁恩于羽下。提拔幽隐，以尽贤良；平斥奸邪，以厚风俗。陈家有桑800株，田50顷，子孙1路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随身所需，悉养于官，不别致生产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余财，以复陛下也。孔明写毕，又嘱杨仪曰：我死之后，不可发丧，可作一大龛，将吾尸坐于龛中，以米7粒放吾口内，脚下用明灯一盏，军中安静如常，切勿举哀，则将心不坠。吾因归更自起振之。司马懿见将心不坠，必然惊疑。吾君可令后军先行，然后一营缓缓而退。若司马懿来追，如可不成阵势，回其反骨。等他来到，却将我先时所刻木像安于车上，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。意见之必经走矣。杨仪一一领诺。是夜孔明令人扶出，仰观北斗，遥指一星曰：此之将星也。众视之，见其色昏暗，摇摇欲坠。孔明以剑指之，口中念咒。咒毕，即回帐时，不省人事。众将正慌乱间，忽尚书李福又至，见孔明昏厥，口不能言，乃大哭曰：我误国家之大事也。须臾，孔明复醒，开目便是。见李福立于榻前，孔明曰：吾已知公复来之意也。福谢曰：福奉天子命，问丞相身后，谁可任大事者？是因聪惧，失于资请，故复来耳。孔明曰：吾死之后，可任大事者，蒋公演其已也。福曰：公演之后，谁可继之？孔明曰：废文韦可继之。福又问：文韦之后，谁当继者？孔明不答。众将近前视之，已薨矣。时建兴12年秋8月23日也，寿54岁。后杜公布有诗叹曰：长兴昨夜坠前营，复报先生此日清。虎杖不闻诗号令，灵台谁负者勋名。空于门下3000客，辜负胸中10万兵。好看绿荫轻骤里，于今无复尽，今为改牙歌声。白乐天亦有诗曰：先生会稽卧山林，三顾新逢险主寻。鱼到南洋方得水，龙飞天外变为灵。托孤寂静殷勤礼，报国还倾忠义心。前后出师以表在，令人一览泪沾襟。初，蜀长水校尉廖立，自谓才名夷为孔明之父，常以职位闲散，样样不平，愿谤无已。于是孔明废之为庶人，喜之问山。即闻孔明亡，乃垂泣曰：吾终为左任矣。李严闻之，亦大哭病亡。但言常望孔明复收己，得自补前过。杜孔明死后，人不能用之故也。后元为之有赞孔明诗曰：拨乱扶为主，殷勤受托孤。因才过管乐，妙策胜孙吴。凛凛出师表，堂堂八阵图。如公存圣的应叹古今无。是夜天愁地惨，月色无光，
孔明嫣然归天。将为杨仪尊孔明一命，不敢举哀，依法成殓安置龛中，令心腹将卒300人守护。遂传密令，使魏延断后各处营寨一一退去。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，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，坠于蜀营内，3头再起，隐隐有声。懿惊喜曰：孔明死矣！即传令起大兵追之。方出辕门，忽又疑虑曰：孔明善会6丁6甲之法，今见我久不出战，故以此术诈死，诱我出耳。今若追之，必中其计。遂复勒马回寨不出，只令夏侯霸暗引数10骑往5丈原山僻哨探消息。却说魏延在本寨中夜做一梦，梦见头上忽生2角，醒来甚是疑异。次日，行军司马赵直至，延请入问曰：久知足下深明义理，吾夜梦头生2角，不知主何吉凶？凡足下为我决之。赵直想了半晌，答曰：此大吉之兆。麒麟头上有角，苍头上有角，乃变化飞腾之象也。言大喜曰：如应公言，当有重谢。直辞去，行不数里，正遇尚书费辉。辉问何来？直曰：是至魏文长营中，文长梦头生角，令我决其吉凶。此本非吉兆，但恐直言见怪，因以麒麟苍龙解之。辉曰：足下何以知非吉兆？直曰：角之自行，乃刀下用也。今头上有角，其凶甚矣。辉曰：公且勿泄露。直别去。费辉至魏延寨中，屏退左右，告曰：昨夜3更，丞相已去世矣。临终再三嘱咐，令将军断后以当司马懿缓缓而退，不可发丧。今兵符在此，便可起兵。言曰：何人自理丞相之大事？辉曰：丞相一应大事，尽托与杨仪。用兵秘法皆授予姜伯约，此兵符乃杨仪之令也。言曰：丞相虽亡，吾今尚在。杨仪不过一长史，安能当此大任？他只移符就入川安葬。我自律兵公司马懿务要成功，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？辉曰：丞相一令，教且战退，不可有违。言怒曰：丞相当时若依我计，取长安久矣。吾今官任前将军，征西大将军南郑侯，安肯与长史断后？辉曰：将军之言虽是，然不可轻动，令敌人耻笑。待吾往见杨仪，以利害说之，令彼将兵全让与将军，何如？言依其言。一辞言出营，即到大寨见杨仪，具述魏延之语。仪曰：丞相临终曾密嘱我曰，魏延必有意志。今我以兵符往，实欲探彼之心耳，今果应丞相之言。吾自令伯约断后可也。于是杨仪领兵符就先行，令姜维断后。依孔明一令，徐而退。魏延在寨中不见费辉来回复，心中疑惑，乃令马岱引10数骑往探消息。回报曰：后军乃姜维总督，前军大半皆退入谷中去了。言大怒曰：庶如焉敢欺我？我必杀之。因为待日公肯相助否？岱曰：吾亦素恨杨仪，愿助将军攻之。言大喜，即拔战营本部兵往南而行。却说夏侯霸引兵至5丈原看时，不见一人，即回报司马懿曰：蜀兵已尽退矣。懿迭足曰：孔明真死矣，可速追之。夏侯霸曰：都督不可轻追，可令偏将先往。懿曰：此番虚无自行。遂引兵同二子一齐杀奔5丈原来，呐喊摇旗，杀入蜀寨时，果无一人。懿故二子曰：汝即催兵赶来，吾先引军前进。于是司马师、司马昭在后催军。懿自引军先行，追到山下，望见蜀兵不远，乃奋力追赶。忽然山后一声叫响，喊声大震，只见蜀兵俱回旗反谷，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，上书一行大字曰：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，亦大惊失色。
定睛看时，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涌出一辆4轮车来，车上端坐孔明、关金羽善、贺场造左密右调。义大惊曰：孔明尚在，吾深入其众地，堕其计矣。即勒回马便走，背后姜维大叫：贼将休走，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。卫兵魂飞魄散，弃甲丢盔，抛戈撇戟，各逃性命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司马懿奔走了50余里，背后2员卫将赶上，扯住马嚼环叫曰：都督勿惊。懿用手摸头曰：我有头否？尔将曰：都督休怕，蜀兵去远了。懿喘息半晌，神色方定，睁目视之，乃夏侯霸、夏侯会也。乃徐暗配与2将寻小路奔归本寨，使众将引兵四散哨探。过了2日，乡民奔告曰：蜀兵退入谷中之时，哀声震地，军中扬起白旗，孔明果然死了，只留姜维引1000兵断后。前日车上之孔明，乃牧人也。懿叹曰：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。于是蜀中人言曰：死诸葛能走，生仲达。后人有诗叹曰：长兴半夜落天书，奔走还一辆未卒。关外至今人冷笑，头颅犹问有何无。司马懿知孔明死信已确，乃复引兵追赶。行至赤岸坡，见蜀兵已去远，乃引还，故谓众将曰：孔明已死，我等皆高枕无忧矣。遂班师回，一路见孔明安营下寨之处，前后左右整整有法。懿叹曰：此天下奇才也。于是引兵回长安，分调众将各守隘口。懿自回洛阳面军去了。却说杨仪引姜维排成阵势，缓缓退入战阁道口，然后更衣发丧，扬帆举哀。蜀兵皆撞跌而哭，至有哭死者。蜀兵前队正行到战阁道口，忽见前面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，一彪军拦住去路。众将大惊，急报杨仪。正是以见魏营诸将去，不知蜀地甚兵来。未知来者是何处兵马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，空心元5回，武侯遇辅锦囊计，为主差取城。却说杨仪